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中营空服员罢工，今仔日第16天，劳资双方也是超袂好势。空服工会来出招，透早5点半展开27公里的苦行，为南崁罢工的现场，用行路的行到台北总统府，请总统蔡英文主持公道。罢工16天咯，交通部长林佳龙嘛讲重话咯，伊来提醒着中营罢工，唔那影响到公众的利益。恐惊嘛影响到未来航权甲航线的分配。空服工会成员大声喊口号，摊卡把布条啊，手提代表中营航空罢欢迎的行情。一透早5点半启程对桃园南崁罢工现场，行27公里，一路行到台北总统府，要向蔡总统送交订正书。用步行的方式走到现场，其实是一个更具体的表现，所以我们才会有安排这样的行动，是想要告诉总统，我们今天都是基层的劳工，我们一样跟你一样都是女性，我们也为了劳权的进步，我们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。下晡3点半到总统府，过中营空服员罢工进入第16天，拖愈久，伤害愈大。交通部长林佳龙提醒中营航空，影响到公众利益，可能会损害到公司未来的权益。我们交通部作为主管机关，未来对航权的检讨，还有各个航线，那各航空公司呢，它如果呢有这样高的风险发生罢工，而且处置不很妥当的话，我们也会这个进行检讨。若是交通部长讲重话，劳动部嘛伫前一天向各人力银行祭出禁令，全面禁止人力业者推介求职者到中营航空担任空服员，违规者相关处罚30万。政府爱资方积极解决罢工的问题。